台南市政府透過三官學的合作，開了5個月的時間研發，並且經過不斷的測試甲改良，研發出 AI 稅務圖資的整合系統 ATG。該系統不但結合稅籍資料庫、地理的資訊系統以及 AI 的技術，透過 AI 主動清查、比對稅籍資料甲相關的圖資，不但會用提升稅務清查的效率，大幅度來減少人為的錯漏，同時嘛用省下大量的課程人力甲時間。第一個導入 AI 的人工智慧呢，再結合我們既有的5大資料庫，包括我們的稅籍資料、GIS 地理資訊系統，以及 Google 的街景圖啊，那利用這樣的一個AI 智慧的自動比對，還有查核，還有圖層的套疊呢，我們可以很快的把我們的稅籍資料做一個清查。那這樣的清查的結果呢，不但非常正確，而且非常的快速。所以未來呢，不但節省我們稅務人員的一個大量的時間，而且因為正確性提高了，所以也避免跟我們的市民朋友有產生稅籍上的一些爭議。財稅局今天的這個系統，我想可以推廣到我們很多的局處去做效仿了哈。咱有做這物件，這個資料攏在每一個局處內底，如果可以把這些資料都可以讓這個 AI 去搜羅或者是來做比對資料的這一項工作，我們可以減少非常多的工時，讓我們的公務人員可以在別的服務工作裡面加強對市民朋友的服務。會中副市長趙清輝強調 ，AI 不是要取代人，而是人運用 AI 所節省的人力甲時間。過去財稅局一天投入大量的人力，耗費42000的工作時間，清查65000筆的稅籍資料。如果未來採用這套 ATG 的系統以後，不但會用節省5000工時以上，清查的件數更加可能超過10萬筆以上，提供快速、確實的智慧便民的服務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